珊瑚礁吸引咗陸龜嚟，享受喺大海唔會提供嘅服務，俾啲節齒刺尾魚幫佢徹底清潔身體。咁仲唔單止為咗美容，亦都幫佢哋除去寄生蟲，防止海藻滋生，等海龜可以好自由咁喺海度暢泳。不過睇落過程都幾舒服。呢啲海龜喺平平無奇嘅大海入邊游咗1600公里嚟到咁樣嘅孤島，